苦闷的工课，足爱困的身体，有啥物代志通互我继续拍拼？兄弟啊，莫阁想啊！来宾各的宝岛大歌厅，趣味听好歌，互你有继续拍拼的快乐路。大家好，我是袁小迪。经过了1年2个月的时间，袁小迪又发行了个人的最新专辑，叫做《拍拼》哈，所以一定要来宾哥家报道之类哈。小迪你好，宾哥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小迪。是，一年一届咯，真正是个一年啊。时间过得有够紧的哈，咱讲真的哈，咱愈有咧外头咧看的时阵哈，人讲卖外头看就是安尼哈，愈外头看就讲，哎呦奇怪安尼吼，你第几张啊？来到好几第几张？我等来好几，这个哪要从较早好几算的是从第咯。然后我这次回来好几买住的借口靠山，连刷3张，你看，就紧的呢哈，很快这样3年就过去。最近你无用啥？听讲这个在迄边哈，唱会安尼唱袂完哈。这个话较侪咧，迄个拢伫迄个闽南地区甲咱台商的所在吼，就一寡咱这唱闽南语的台语歌的歌手。去对话伫咧下张权较侪哦，去遐做演唱会啊，做表演啊，去遐拢做一寡迄个拼盘的表演的节目了。哇，很屌哎！因为我感觉因为恁朋友吼，会像咱较早迄个时阵比较会追星啦。哦，因为追星嘛，无一定是迄个讲爱偶像的，就是伊家己的歌吼，会主持去安尼。哦，安尼所以讲无一定什么人吼，只要歌底下有对吼，用熟悉吼，互你安尼吹者。反正好多吼，足侪迄个。咱感觉讲底下应该去红，结果因唔捌哩安尼，但是因连歌无连人安尼。哇！啊嘛，就是迄吼，迄个山寨版起因嘛，甲当作是真诶呢。叫声听甲变过安尼。啊嘛有迄个，不过我感觉因遐爱应该比较还是停留伫咱较早迄个。才了20当前，迄阵还歌曲迄个。哦，你讲爱看迄个传统的 local 哇，你即马出的新歌都无遐 local 变咯。所以就是爱甲因带，带给咱无共款的音乐安尼啊。是讲去嘛是加减咱个唱一寡迄个较早的歌曲。伊的要求嘛吼。但是我即摆我伫遐大部分是拢就咱遮一寡好朋友过共同伫遐办迄个拼盘的演唱会啦。好。但是讲真诶吼，若无因煞吼，唱片嘛是爱出吼，嘛是爱为台湾出发对吧吼？是啊，当然这是咱遮大本营，因为你听讲因遐吼，因迄落 CD 嘛是讲无人买版权佫收无。我们台湾佫有一个足好诶一个制度，讲咱出的 CD 啊，咱若去 KTV 唱歌都要付费一下。对。因那无啊，所以呢吼，因那连买门票的制度嘛无啥有。所以因咧就是讲爱结合因咧一寡企业嘛，你去做因咧企业的赞助。哦，咱帮伊广告办，安尼跟企业迄个结合在一起。比如讲咱台商里有开什么咧做头毛也好，还是做水也好，然后结合整个那个晚会的。算讲这个钱是迄个企业出的对吧？出的你门票当然是因为咱一地方迄办得去，咱邀请咱遮的一寡歌手去，还因迄灯光舞台，迄嘛足贵的。所以一定无够，加减就爱加减讲靠朋友来吹一寡票。讲真呢，你安尼替咱笑吼伫遐吼，敢卖搬烂，甲因交陪敢卖？一定是爱啊，因为因遐个性哦，我讲因足闽南，就是讲比咱台湾佫较道地，迄种就是咱较早迄个囡仔时阵的台湾啊。因仔真系因仔足少讲迄普通话啦草某嘛袂使操外省的。因为做些外省的来，比如讲咱厝规阿公阿妈拢袂晓讲普通话，拢讲台语啊，讲因闽讲闽南语安尼啦。所以。那带一个迄个山东的啥来，哇，主动遐讲都无啥人沟通所以就是讲，娶某才娶外省的咧。嘛是做保守的吼，做传统。做传统的，因迄个伫个下张权去，咱就感觉，这真正是咱囡仔时阵的。缩影啦哈，翻版都对啊。对啊，食物件嘛，共款。咱的古早味。所谓的农家菜就是咱的古早味。拄啊电落去爱食因遐种物件。爱啉无因遐。因为恁的文化是比咱较食力。哎呦，
因为泉州要发棍哦，我是讲我的棍发南部7关市的咧，我卡起啊嘛发输音，因发5个你知，一直发伊无停的，速度足紧啊呢。哎呦，所以发明烟还是照常爱啉了对啊。嘿，他们那边的喝酒文化比咱遮较厉害，就跟咱会讲，你得来啊。啊，就甲同学酒拢搬出来，要甲你灌到你吐，感觉安尼就是主人无够诚意安尼。是啊，这就是家己人的想法啦，一家人的想法，对不对？因那闽南人是安尼。哇，有够厉害哈！所以讲，有当下经营一个唱片也好啦，歌唱的事业也好啊，真正是不简单哈。我感觉你真的是我们这个咱台语歌坛内的前锋啦，有你厉害。咱讲半路也好，来交杯也好，真正带动，我是感觉讲，因加一个市场，开发一个新的市场啊。因为无咱家其实你像我们在咱台湾家几乎演唱会都是一些偶像派的，的歌手比较多。华语还闽南语有啦，咱最近阮兜的小伙啊，甲王力友都拢有咧进，即摆迄个。红龙红嘛，开始在筹划他个人的演唱会，所以台语歌比较较少了。所以我等于是加开一个新的市场大家来遐做一个拼盘的迄种，跟咱像种古早迄种歌厅秀哪怕讲你不管是3000人、5000人，甚至3万人、5万人，都有可能会当达到迄个目标，因为市场出大啊。都是爱延续咱的台语歌，互更较侪人听到就对啊啦哈。所以讲，伫袁小迪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台语歌其实他永远不会放弃爱这个爱唱歌而已这届哇，这个主打歌去年就买落来啊这首歌除了去年出来的，你是我靠山人这个作者许清耀伊就介绍讲我最近写一首歌，很屌，很棒，你听看嘛？我讲好不你唱歌听，我真是感觉袂，我讲我一个随个收起来，收起来说一直摆着差不多放1年啊，最近才多。当然好歌不会寂寞又刚好碰到这次听一听，又觉得不错，很适合给现在人打气一下我讲这首歌因为这是我今仔我咧唱刘志的歌，这首歌几乎会当讲是即马差不多爱拼才也迄种精神啦。因为我感觉伊内底迄歌词骨头我足介意。尤其是迄个 A 推啊，虽然你我无共命，咱有共同的心声，头前的路无好行。有你作伴心头定，有你作伴我的心头定。咱是勇敢的查某囝，认真努力来打拼。你甲我行相晏，唔惊眼前的风飞山。这条歌后壁。咱是勇敢的查某囝，面对成败都变化，困难中咱来徛如我，一定成功好名声。最适合什么？你知道？选举味道。这真的是标准的选举歌。真的。选民会当甲我这个徛做我徛小我有困难咱互相爱做经到位。真正是咱若一个选举不管是蓝绿的真正爱面对胜败都变了，爱勇敢面对那个胜败所以人性的变化本来就跟选举同款。是啊，所以包括这首歌来的正是时候。没，我今晚开始甲传到马年，明年又要当选。我猜，还是老干呢。无啦，咱讲真的有的时候歌曲刚好合用都会当感动人但是爱给谁听啦你这首歌不管是选举来讲是今摆的景气真的是一个鼓励人心的一个最好的主题。对，咱就听这好不好？袁小弟的咸瓜啦拍拼。茫茫的世界，千里万里要出航，若无你来做阵行，风大雨大心惊惊。虽然你我无共命，咱有共同的心声，头前的路无好行，有你作伴心头定。咱是勇敢的查某囝，认真
努力来打拼，你甲我行相换，不惊眼前的风飞沙。咱是勇敢的查某囝，面对成败都变化，困难中咱来徛如我，一定成功，好名声。世界千里万里要出航，若无你来做阵行，风大雨大心惊吓。虽然你我无共命，但有共同的心声，头前的路无好行，有你作伴心头定。咱是勇敢的查某囝。认真努力来打拼，你甲我行相换，不惊眼前的风飞沙。咱是勇敢的查某囝，面对成败都变化，困难中咱来徛如我，一定成功，好名声。咱是勇敢的查某囝。认真努力来打拼，你甲我行相换，不惊眼前的风飞沙。咱是勇敢的查某囝，面对成败都变化，困难中咱来徛如我，一定成功，好名声。咱愈爱做阵拼，袁小迪拍拼。咱是勇敢的查某囝，认真努力来打拼，你甲我行相换，不惊眼前的风飞沙。咱是勇敢的查某囝，面对查某囝的勇敢心声，袁小迪最新专辑《拍拼》，豪记唱片。好记哦。